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鄺俊宇。今日係2025年3月20號禮拜四啊。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網絡熱話。先講講呢單熱話喎。咁啊，據報放蛇直擊嘅喎。咁啊，賣淫集團安排少女來港，咁啊標榜可以無套交易嘅喎。咁啊，呢啲嘅少女嚟自邊度嘅呢？咁啊，據報星島申訴王放蛇直擊係點樣嘅情況呢？同各位一齊講講。咁啊，另邊廂亦都講講香港各大嘅最新熱話消息。講落去之前記得撳訂閱，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，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！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。事不宜遲，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。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嘅最新報導，咁啊，星島申訴王放蛇直擊賣淫集團安排少女來港，咁啊標榜可以無套交易㗎。咁啊，內文提到啦，有賣淫集團近日喺社交平台大賣廣告，咁啊聲稱可以提供內地少女喺酒店交易㗎。咁啊，從廣告嘅照片見到，集團提供嘅少女樣貌相當年輕㗎。咁啊，星島申訴王記者透過打樹嘅渠道，發現裏邊除咗有相片，仲寫埋少女嘅年齡㗎。咁啊，賣淫地點分佈喺油尖旺同埋北角嘅星級酒店啊。咁啊，浴金由1600蚊到2000幾蚊不等喎。咁啊，為咗核實係咪有內地嘅初妓來港係賣淫㗎。咁啊，星島申訴王嘅記者聯絡中介人。咁啊，扮晒有意幫襯，中介人事先問記者係咪需要安排不用安全措施嘅妓女，咁樣收費係會貴少少㗎。咁啊，換言之，相關嘅集團係標榜有危險性嘅行為以便賺更加多嘅錢喎。咁啊，之後中介人安排記者到尖沙咀一間4星級嘅酒店嘅房間，招待記者入房嘅女孩子，面容都係非常年輕㗎。咁啊，記者入房過後咯，咁啊以唔啱心水為理由，問對方仲有冇其他嘅選擇，希望趁機向女孩子係查問㗎。但對方警覺性好高，立即係下逐客令就話啦，你聯絡中介人吧，不適合嘅話就看另一個啦咁樣。咁啊，中介人為咗做成生意，又推介另外一個初妓，並叫記者轉到去油麻地一間3星酒店。入房過後個女仔自我介紹就叫做珍珍，今年16歲啊。咁啊，尋日先至嚟香港㗎。咁啊，記者又話唔合心水喎。咁啊，珍珍同樣叫記者立即離開，就話啦，你可唔可以先出去呢？因為可能有其他嘅客人嚟緊。咁我為咗了解初妓集團更加多嘅資料，咁啊，記者2日過後再聯絡中介人㗎。咁啊，今次佢再指示記者到尖沙咀酒店。咁啊，今次呢個初妓個名叫雙雙，就話啦，我就冇帶身份證嚟喎。咁啊，雙雙雖然拒絕出示證件，但見佢嘅樣真係一臉稚氣㗎。咁啊，睇嚟冇乜戒心㗎喎。咁啊，佢透露自己係四川人啊。咁啊，啱啱讀完初中，咁啊揾唔到工作又缺錢啦。咁啊，咁啱有朋友認識香港嘅賣淫集團可以幫佢搭路嚟賺快錢，就話啦，之前嘅朋友介紹，咁啊同朋友一齊過嚟香港開工喎。咁啊，呢位嘅女仔雙雙直言佢嘅家境唔好，咁啊做妓女賺錢都係俾自己使㗎，就話啦，只能夠話有錢嘅話自己想買乜就可以買咁話喎。咁呢個嘅女孩子雙雙就話啦，佢係當日先係抵達香港嘅啫，就要立即開工更加要日做12個鐘。咁啊，全因為時間緊迫，就話啦，我哋相當於好似旅客咁樣，就係嚟到旅遊嘅嗰種簽證只能夠逗留1個禮拜。佢就話去到後邊嘅5日都要開工㗎，第6日就會離開香港。就話啦，我哋翻去嗰日就可以去行下街玩下喎。咁啊，當被問到會接一個客可以分到幾多錢，咁啊雙雙就顯得好避忌啦，就話咁樣就唔方便講啦，具體幾多就唔係太可以講出嚟喎。咁啊，為免雙雙起疑心咁啊記者都借故離開。經過3次放蛇，咁啊記者發現部分嘅初妓嘅真人同廣告嘅照片同屬一個人，
但有啲就用假嘅照片。咁喺酒店一帶啊，都可以發現有一啲衣着特別性感嘅年輕內地少女，長期駐足等待，未知係同初期賣淫集團有冇關聯㗎。咁喺多次嘅放蛇當中，雖然中介人冇露面啦，但多間嘅酒店門外都有男子長期駐守，掃視出入嘅人啦。咁疑似係俗稱嘅天文台喎。以上嚟自《星島日報》嘅報導，哇犀利！星島申訴王派出記者去放蛇，結果就見到呢個集團專門以內地少女就做標榜，兼且亦都講緊可以無套咁樣做性交嘅喎，即係講緊係相當誇張，明目張膽。另變相記者打探下啦，其實點樣做嘅呢？原來佢哋應該係用旅客嘅簽證㗎，嚟到香港1個禮拜就要走㗎啦。1個禮拜裏邊可能做足6日嘢咁樣㗎。講緊個集團都相當之有規模嘅喎，又有人做天文台睇水，亦都有好多個內地少女特登就話嚟到香港，可能就話嚟旅遊實質就嚟呢度就賣淫㗎。相關嘅情況經傳媒披露過後未知當局點樣跟進喎。另外亦都講呢個熱話先，根據 HK 另一個報道2個少女凌晨叫外賣不過定位錯咗個地址，未有手動更改，結果要去到陌生人嘅門前拎翻自己嘅外賣走，不過就誤惹偷外賣嘅疑雲喎。內文提到啦，使用網上平台點外賣嘅時間謹記檢查嗰個嘅送遞嘅地址喎。近日網上流傳一條片㗎，2個少女凌晨用咗 Kita 平台嗌外賣，用定位輸入地址嘅時間，系統定位咗另外一棟大廈，佢哋未有檢查清楚就送出訂單，最終2個少女為咗要取回外賣只能夠喺凌晨2點幾進入嗰個嘅送錯咗嘅大廈裏邊，偷偷喺人哋嘅單位嘅鐵門上邊攞走屬於自己嘅外賣。少女原本想分享大頭蝦嘅經歷㗎，不過貼文其中一句寫住凌晨2點幾出去偷外賣喎，令到未有細看貼文嘅網友產生誤會。有網友提醒少女小心用字就話啦，報錯地址係取回或者攞返，而唔係用偷呢個字眼㗎。亦都話容易引嚟其他人嘅誤會。亦都話啦應該最好向外賣平台嘅客戶服務反映，就話唔好自己咁樣過咗隔離棟樓攞走返自己嘅外賣咁話喎。以上嚟自 HK 一個報道，網上熱話之一。今日話說落錯地址原來喺隔離嗰棟樓喎。呢2個少女凌晨2點幾去隔離棟樓攞返自己嘅外賣，本來冇問題㗎，不過佢哋貪得意寫上網，又話自己去偷外賣喎，結果惹嚟誤會㗎。若然係咁嘅話都容易有後果㗎嘛，係咪先？今日網友好心教佢哋喂，寫返清楚啲先，係取回自己嘅外賣。另外亦都講呢個熱話喎，根據 AM730嘅報導大懵夫婦拎錯行李喺日本機場驚見係一喼嘅大麻喎，導遊機警成功解除個危機㗎。內文提到有一對泰國嘅夫婦喺日本成田機場唔小心攞咗人哋嘅行李，點知裏邊竟然係藏有重達24公斤嘅大麻，好彩導遊機警立即通知當地海關。最終經過當地海關調查過後，確認呢一對嘅夫婦無罪㗎。最後有驚無險，順利入境日本係繼續行程喎。話說綜合報導旅行團導遊日前喺社交平台發帖文㗎，就話呢一對嚟自泰國嘅夫婦係第一次出國喎，由佢哋嘅孩子辦理機票，從泰國坐飛機嚟到呢個嘅日本成田機場㗎。以上嚟自 AM730嘅報導，喂，有冇搞錯？攞錯人哋嘅行李，兼且裏邊竟然有大麻，仲要20幾公斤，本身就水洗都唔清㗎啦。不過導遊機警發現呢件事過後立即向當地海關就匯報，結果日本海關就信任呢一對嘅泰國夫婦喎，佢哋係順利入境日本㗎。不過就唔係次次都咁好彩，兼且呢單熱話都怪怪地嘅喎，會唔會另有內情就不得而知啦。我係鄺仔，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。